穿着红袍，骑上白色的马，伊是今年的毕业生吴成婷，当时嘛是全国统测的状元。伊所在补习班特别举办骑马游街的活动，很开心，也不敢相信，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里，知道哪里比较不会，去多花时间。分享考出480.5的高分，是靠着努力学习以来，相当谦虚。一天吴成婷的妈妈姨婆嘛拢到场，抱着欢喜心来庆祝，感觉着光荣。觉得还蛮开心，蛮光荣。他其实还蛮独立，就是照他自己的读书方法。还有另外一名学生齐嘉诚，同款无简单，考到阳明交通大学和高职唯一的名额。也是很意外自己能够甄选上，然后就是蛮开心的，但是最后还是选择台科大的电机系，没有选择阳明交大的生物医学工程系。在热烈的鼓声当中，骑着马一路到武庙参拜文昌帝君。回来了后，甲文昌币一一发送给学弟妹，向前传承。勉励我们吴成鼎在这个专业领域上更上一层楼。那也希望说把他的经验能够传承给更多我们的学弟学妹们让我们大台南地区有众多新兴学子能够向他看齐。补习班嘛颁奖10万块的奖学金，鼓励因未来继续努力，嘛祝福后一届学生会当金榜题名。但是新闻社会采访报道。